2026年7月，一張喜帖喺香港娛樂圈掟咗個重磅炸彈落去。TVB 藝人楊明同港姐女友莊思明呢對拍拖足足10年嘅情侶，終於喺2026年8月2日要拉埋天窗。消息一出，社交平台即刻出現好少見嘅兩極反應。有人話終於等到呢日，有人就係佢居然真係肯嫁，仲有人翻出10年前舊蚊鬧。當年話佢哋撐唔過3個月嘅人，而家塊面仲痛唔痛？點解一對藝人結婚可以搞到大家反應咁複雜？皆因佢哋嘅故事根本唔按常理出牌。男主角楊明 ，TVB 藝員訓練班出身，以前仲俾高層力捧過，點知一場車禍捲入酒駕官司，坐咗18日監，一夜之間事業歸零。女主角莊思明，2010年港姐季軍。老豆係馬來西亞拿督，家族身家超過8億，正宗豪門千金。拿督千金配坐過監嘅 TVB 小生，10年前全港都睇死佢哋，10年後佢哋拎住張婚書，直接俾所有人一記響亮嘅耳光。第一章，拿督千金嘅反骨人生，佢從來唔係乖乖女。要明白呢段感情點捱過10年風風雨雨，首先要知道莊思明係咩人。莊思明1987年香港出世，馬來西亞長大。老豆莊寶係馬來西亞拿督，家族生意搞珠寶、地產、紙業，喺香港都係有名嘅富豪。家姐莊思敏同樣喺娛樂圈做嘢，兩姊妹人稱莊家雙珠，行到邊都係焦點。如果跟住劇本走，莊思明應該同多數豪門千金一樣，讀名校、嫁豪門、做名媛、晒名牌袋。但呢位拿督千金偏偏反住嚟做。2010年，23歲嘅莊思明瞞住屋企人報名選港姐，仲攞到季軍。當時港媒評論好搞笑，呢位小姐明明可以喺屋企嘆世界，偏要入娛樂圈捱苦。佢喺 TVB 由茄喱啡做起，戲份唔多，但從來冇聽過佢半句抱怨。更反骨嘅係佢揀對象嘅眼光。2016年。莊思明同楊明拍 TVB 劇撻着，當時港媒查到楊明背景之後，個個都唔信自己對眼，屋企環境普通，事業又唔算紅，喺 TVB 熬咗多年都仲係熟口熟面，但叫唔出名。一個身家8億嘅千金睇中佢，傳媒直接用4個字形容：匪夷所思。戀情曝光之後，莊思明身邊朋友都勸佢，以你條件可以揾個仲好嘅。但佢根本唔放喺心入面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莊思明當時同身邊人講過：你哋覺得佢配唔上我，但我覺得佢比好多人都好10000倍。就係呢股牛脾氣，撐住佢捱過之後最難過嘅10年。第二章，俾全港笑嘅軟飯男楊明到底係咩來頭？1981年出世嘅楊明，原名林明樂，未入行之前做過好多散工。2000年考入 TVB 藝員訓練班，同班同學有林峰、楊怡，睇下人哋而家嘅地位，再睇下佢，就知道佢星途有幾坎坷。早年因為樣同謝霆鋒有幾分相似，傳媒叫佢翻版霆鋒，但呢個標籤唔單止冇為佢帶資源，反而令大家淨係記得似謝霆鋒個，唔係佢本人。佢拍過《使徒行者》、《機場特警》、《鐵探》，全部都係配角，戲份唔多，屬於觀眾見到個樣知係 TVB 嘅，但唔記得叫咩名類演員。2020年之前，楊明事業其實開始有起色 ，TVB 高層開始俾佢做男主角，網絡挑機仲吸咗一班年輕粉絲。正當所有人都以為佢終於熬出頭，一場車禍將所有嘢毀晒。2020年8月，楊明揸車喺香港半山失控撞毀石牆，俾警察當場捉到成身酒氣。閉路電視入面佢企都企唔穩，要2個差人扶住。消息一出，全港譁然。之後2年，楊明捲入漫長嘅官司拉鋸戰，案件一次又一次延期，每次開庭都俾傳媒圍到水泄不通。最後法院裁定佢不小心駕駛等3項罪名成立，監18日，罰款3000蚊，停牌2年。18日聽落唔耐，
但對一個藝人嚟講，足以壓垮佢。TVB 高層即刻將佢雪藏，原本定好嘅男主角換走，一舞傾城宣傳海報直接刪咗佢個名，氣氛剪到七零八落。由力捧小生變劣跡藝人，楊明只用1年就完成呢個自由落體。比事業仲難受嘅係輿論嘅羞辱。酒駕男劣跡藝人配唔上莊思明，傳媒同網民嘅標籤一個比一個狠。仲有人拎佢同莊思明嘅戀情出嚟，笑佢係食軟飯，話佢全靠女友養。陣時楊明出街連頭都唔敢抬，但偏偏喺佢最狼狽嘅時候，莊思明做咗一件事，令全港傳媒即刻收聲。第3章，佢做咗3件事，令全港傳媒集體啞口。第1件事，揾頂級大律師，全程陪佢唔缺席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莊思明為咗楊明單官司，專門請咗香港頂級刑事律師團隊，律師費保守估計超過100萬港元。每次開庭佢都早到，坐喺旁聽席最前，同楊明十指緊扣。傳媒影到嘅相入面，佢比被告席嘅楊明仲要緊張。第2件事，法院門口喊到崩潰，唔怕俾人見到真情流露。2022年11月，法院正式判楊明即時入監18日。聽到判決一刻，莊思明喺法庭直接喊到失控。法警帶楊明走嘅時候，佢追到走廊盡頭，俾工作人員攔住，將喊到妝都融嘅相，第2日登上全港所有娛樂版頭條。有網民留言，以前仲以為佢玩玩下，見到呢張相先知道佢係真係愛呢個男人。第3件事，公開話非佢唔嫁。喺楊明最黑暗嘅日子，莊思明接受訪問時講咗句令所有人都估唔到嘅話：我非楊明唔嫁。仲話自己甚至願意未婚大肚，只求俾男友多啲安慰。一個豪門千金公開講呢啲，等於將自己所有後路都斷晒。接近莊思明嘅朋友話，陣時佢屋企壓力好大，莊家雖然開明，但女要嫁個有案底嘅男人，點都唔係幾好面。莊思明同屋企人吵過、喊過，但態度始終得一個字：嫁。你哋覺得佢配唔上我，但你哋唔知佢對我有幾好。呢句說話佢講足10年。第4章，千字長蚊霸氣護男友。其實早喺2019年，楊明仲未撞車之前，莊思明已經為男友出過頭。連港媒不停炒作楊明靠莊思明養，話佢住女友屋，使女友錢，食軟飯，各種標題擋滿天飛。楊明俾人鬧到連社交賬號都唔敢更新。莊思明直接喺社交平台出咗篇千字長文，火力全開。佢寫：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大家聽，楊明冇用過我1分1毫。呢句已經夠晒勁，但仲有更犀利嘅在後頭。調翻轉，我買衫褲鞋襪，甚至去超市買屋企日用品嘅錢，全部都係楊明俾，因為佢同我講，照顧另一半係男人嘅責任。佢直認以前遇過拍拖連食飯都要嘅衰男人，但楊明絕對唔同。最後佢放句狠話，如果以後仲有人忍唔住把口想話佢食軟飯，不如話我靠男人，因為呢個先係事實，佢真係有照顧我。呢篇文一出，評論區即刻由鬧楊明變鬧傳媒，你哋寫咗幾百篇軟飯男報道，點知人哋係反過來養女友？而楊明對莊思明嘅好，遠唔止俾錢使咁簡單。知情人士話，楊明雖然賺得唔多，但生活細節上將莊思明照顧到無微不至。莊思明拍劇收工晚，楊明幾句都一定會去接。佢胃唔好，楊明仲學識一手靚湯。佢工作受氣返屋企訴苦，楊明從來唔敷衍，次次都認真聽完。莊思明喺朋友聚會度講過，外面嘅人睇我係咩拿督千金，但喺佢面前我就係個細路女，佢將我保護得好好。第5章，莊思明嘅舊愛同家姐。拉遠啲睇莊思明嘅感情史，你會發現仲多嘢睇。識楊明之前，莊思明同香港男星陳思翰拍過拖。陳思翰係陳慧琳細佬，
生得靚仔，當時兩個人都算襯，但段感情唔順利，港媒仲傳過莊思明疑似俾陳思翰家暴，雖然佢自己出嚟澄清，最後都係分手收場。而家陳思翰都低調結咗婚，大家各有各生活。至於莊思明嘅家姐莊思敏，同樣係拿督千金，感情經歷仲戲劇化。2020年，莊思敏閃嫁台灣商人，婚姻只維持2年半就因為三觀唔夾同定居問題離婚。2025年，佢又同高級督察男友去巴厘島再婚。對比之下，莊思明同楊明呢段慢慢熬出嚟嘅感情，反而係莊家兩姊妹之中最穩嘅一對。家姐嫁2次，妹妹一段拖拍10年先拉埋天窗，走得快唔一定穩，走得慢都唔一定輸。真正嘅門當戶對，從來唔係身家匹配，而係當一個人跌落地，另一個願意蹲低身陪佢抹乾淨對鞋。莊思明用10年證明，佢揀男人從來唔睇荷包，睇嘅係人品。第6章，當年俾全港笑嘅酒駕男，而家變成點？好多人都會問，楊明到底配唔配得上莊思明10年嘅付出？客觀講，楊明出獄之後嘅表現真係冇令人失望。第一，佢徹底戒晒酒。酒駕事件之後，楊明接受訪問公開承諾以後滴酒不沾。知情人士話，3年嚟佢真係一滴酒都冇碰過。朋友聚會人哋飲酒，佢飲可樂，從來冇破戒。一個話戒酒就戒到嘅人，自制力一定唔差。第二，事業由零開始。出獄之後，佢由配角重新做起，加入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劇組，戲份唔多，但態度好認真。有 TVB 工作人員透露，楊明而家拍劇特別搏，從來唔遲到早退，對所有工作人員都好客氣，同出事之前完全兩個人。第三，對莊思明仲好。接近佢哋嘅朋友話，楊明出獄之後，將莊思明照顧得仲仔細，記得晒佢所有喜好。佢拍劇攰就親自煲湯送去片場，仲會陪佢睇中意嘅展覽同音樂會。朋友話，以前可能仲有啲大男人，而家完全係寵妻模式。最緊要嘅係楊明喺莊思明老豆過身陣嘅表現，贏得晒莊家所有人嘅認同。莊思敏後來公開多謝楊明幫手，話佢喺靈堂忙前忙後，將好多雜嘢攬晒上身。一個男人可唔可以託付，睇佢關鍵時刻點做就知。第7章，10年長跑，終點定係起點？2026年8月2日，吉隆坡婚禮準備舉行。莊思明接受訪問講咗句好有意思嘅話，媽咪好開心。短短4個字背後，係豪門阿女對呢段感情最終嘅認可。10年嚟反對過、猶豫過、擔心過。但見到個女眼神一日比一日堅定，仲有乜嘢比佢幸福更重要？楊明接受訪問就話，喜帖流出打亂咗佢哋計劃，原本想低調搞，點知全港都知。最後佢補一句，無論點，行到今日呢步，我已經好感恩。知情人士透露，婚禮最感人嘅環節可能係莊思明致辭，佢準備咗好長嘅稿，寫完又刪，刪完又寫。總係覺得講唔晒想講嘅嘢，可能最後佢乜都唔使講，10年陪住你，本身就係最長情嘅告白。至於婚後計劃，莊思明之前公開話自己年紀漸大，怕錯過生 B 黃金期，仲話願意為楊明未婚大肚。而家婚期定晒，外界都估呢對新人好快就會有愛情結晶。